你有冇試過喺深夜時分攤喺梳化度睇睇下電視，就不知不覺咁瞓着咗，然後當你半夢半醒嗰陣，突然之間電視機傳出一啲好詭異又好洗腦嘅音樂。係啦，就係一個講淡仔話嘅外傭姐姐講金寶綠水啦，或者一個表情好肉緊着住唐裝嘅鬼佬講81777778，甚至係美白、淡斑、去印呢堆睇落去低清、低成本，甚至有啲騎呢嘅廣告，統治咗香港人無數個失眠嘅夜晚。佢哋有一個共同嘅名字，就係宣傳易啦。但係當我哋慶祝緊2026年新一年來臨嘅同時，呢啲廣告已經靜悄悄咁播放咗最後一集。原來喺幾日前，2025年12月31號正式畫上咗句號啦。今日我哋唔係講啲咩偉大哲理，我哋簡簡單單一齊嚟回顧下呢個關於刀仔鋸大樹嘅品牌故事啦。一個名為零速傳播，但被網民戲稱為零速度，甚至係零預算嘅傳奇，點樣用全香港最平嘅價錢創造出比幾百萬大製作更令人難忘嘅集體回憶呢？認住金寶中清潔純路嘅鏗鏘駕駛學校，專業師傅指導，不止路試話咁易。報名地點歡迎嚟到傳訊世界嘅節目，有排講故嘅 AI 版，我係 Rocco。今日我哋為宣傳易做最後一次宣傳啦。首先同大家搞清楚一個美麗嘅誤會先，好多網民甚至係 Google Search 都會將佢個名搞錯做零速度個零，其實人哋真名係叫零速傳播 In-Express Sisters Group， 凌霄閣個零寓意係速度好快好勁咁解，但係點解大家都叫佢做零速呢？除咗廣東話同音之外，仲因為佢哋製作嘅廣告真係有一種零成本、零演技，兼且係零修飾嘅獨特美學。時光倒流返去1996年8月6號，當時香港經濟起飛，電視廣告費貴到癲㗎，大品牌好似可口可樂、匯豐銀行咁，閒閒地出幾百萬掟落去黃金時段做廣告，咁中小企點算呢？樓下賣通渠水嘅陳伯，教補習嘅 Miss Wong， 想喺電視賣廣告，你話係咪等於發夢先？大台就係睇中呢個長尾市場，就揾咗零速傳播合作，推出宣傳易呢個廣告時段節目。佢哋個商業模式其實都好天才嘅，將一堆通常只有5秒、10秒嘅迷你廣告，好似砌 Lego 咁，打包成一個5到10分鐘嘅節目。就因為係節目形式，又通常安排喺大台嘅垃圾時間，即係深夜啊、清晨啊，咁所以個價錢平到你唔信。根據2023年流出嘅 Rate Card 價目表，你估下幾錢？最平嘅10秒鐘廣告只係700幾蚊。係啊，700蚊咋？今時今日請個 KOL 食餐飯都唔止呢個價啦。但係當年700蚊就可以令你個樣、你嘅品牌出現喺幾百萬部電視機上面做宣傳啦。宣傳易之所以成為神話，唔單止因為佢低價，而係因為佢嗰種暴力美學。喺 4K 高清講究 storytelling 嘅年代，宣傳易嘅廣告話俾你知 Content is king, but meme is god。 佢哋只有3個必殺技。第一，高頻轟炸。你唔記得個電話號碼咩？佢讀3次俾你聽，238023802380。第二，直球對決，冇前戲冇鋪排，一開波就係想借錢，有暗瘡通渠。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靈魂人物，因為冇錢請明星，所以通常係老闆親自落場拍攝㗎。好多宣傳易入邊嘅廣告，我一講你哋就會有畫面㗎啦。好似時昌迷你倉嘅鬼佬，佢嗰種尷尬嘅笑容同埋長期唔望鏡頭嘅眼神，已經成為咗一個 signature 啦。金寶綠水嘅姐姐抹地抹到入晒血，
嗰句認住金寶鐘，清潔好輕鬆，押韻過莎士比亞啦。仲有曾近明先生被譽為歌士的王子，雖然佢已經離開咗我哋，但佢喺宣傳頁入邊就永遠都係嗰個萬能嘅家居博士啦。呢啲廣告完美打破咗廣告必須要靚嘅定律，佢哋證明咗只要你夠騎呢，騎呢到盡頭，觀眾就會入晒腦，記住你。呢啲就係我哋而家講緊嘅 viral marketing 病毒式傳播廣告，但係宣傳亦早在30年前已經玩緊啦。你話犀唔犀利？既然咁成功，點解嚟到2026年，我哋要同宣傳業講再見呢？好殘酷咁講句，係時代淘汰咗佢。以前中小企想出名，唯一途徑就係電視，但係今時今日，你有700蚊，你會選擇俾大台喺凌晨3點播10秒廣告，定係俾 Facebook、IG 做精準投放先呢？再加上而家嘅觀眾，邊個仲會抱住喺電視面前啦？大家都應該拎住部手機睇緊好似我呢啲 YouTube channel 㗎啦。宣傳業嘅生存空間俾演算法、俾 social media 徹底吞噬咗啦。所以喺2025年12月31號，隨住最後一個廣告播完，電視畫面一轉，可能再冇嗰首熟悉嘅 Cosmos Avenue 響起啦。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節目嘅結束，而係象徵住嗰個電視撈飯，全香港人睇同一個台，擁抱同一種集體回憶嘅時代正式終結。或者以後我哋再聽唔到宣傳22344呢把聲音，但係每當我哋經過迷你倉，見到清潔用品，甚至係突然想借錢周轉嘅時候，腦海裏面自動播放嘅依然係嗰啲低清、粗糙但係充滿生命力嘅畫面。多謝零速，多謝宣傳業，你哋用最平嘅價錢植入咗我哋幾代人最珍貴、最洗腦嘅回憶。你印象最深嘅宣傳業廣告又係邊一個呢？係咪嗰個學車揾鏗鏘呢？喺評論欄度留言話俾我知，等我哋一齊搞最後一次宣傳業廣告回顧展啦！如果中意呢條片，記得 comment、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傳訊世界啦！多謝收睇，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係 Roku， 下集見。